繼續來看羅西亞甲烏克蘭戰事，烏克蘭那就是空襲羅西亞佔領的大學宿舍，造成21個人死亡。這羅西亞也發動開戰以來上大規模的轟炸，發射會當載核彈頭的飛彈，造成上無4個人死亡。羅西亞23、24針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開戰4個多月以來上強烈的空襲，也是開戰了後第3屆動用無法度防拿炸，會當架核彈頭的極音速增高手飛彈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佇咧視察同款受到轟炸，拄啊起造完成要來紀念車諾比核災40週年的博物館，實在擋袂牢甲羅西亞錯。So they attacked. They saw this museum. They attacked exactly to the museum. Just crazy assholes. That. 羅西亞23半暝一直到24，動用超過600隻無人機，也有包含增高手飛彈等等各種的飛彈，攏總90粒，包含主體區、市場、學校、水利設備，攏成做攻擊的目標。在幾啊點鐘的空襲內底，至少造成4個人死亡，超過90個人受傷。就連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也緊急向公民來發布防空避難的警告。Невозможно, як це жити далі, як тому Путіну об'яснити, щоб він постарався припинити це всю агресію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。針對羅西亞這波空襲，包含法國總統馬克宏、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等等歐洲的領袖攏發文來譴責。不過羅西亞強調，這是針對烏克蘭22暗時盧甘斯克師範大學的學生宿舍發動無人機的攻擊，造成21個人死亡的報復。不過烏克蘭這邊是強調，攻擊敢若鎖定當地羅西亞無人機軍隊，百姓不是目標。美國國務卿羅比奧頂禮拜證實講，美國已經暫停甲羅西亞也個烏克蘭的3方和平談判，強調無想要加入去攏無進展的談判當中。不過，若準備來有出現建設性的對話機會，美國也是真願意擱再來調解。關新聞，景元慶電視。